靈情詩語哥林多前書16章15至24節，勸勉與問安。弟兄們，你們曉得司提反一家是阿該亞初結的果子，並且他們專以服侍聖徒為念。我勸你們順服這樣的人，並一切同工同勞的人。司提反和福圖拿都並阿該古到這裏來，我很喜歡，因為你們待我有不及之處，他們補上了。他們叫我和你們心裏都快活，這樣的人你們務要敬重。亞西亞的眾教會問你們安。亞居拉和百基拉並在他們家裏的教會，因主多多的問你們安。眾弟兄都問你們安。你們要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我保羅親筆問安。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眾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穌裏的愛與你們眾人同在。阿門。保羅喺書信嘅結語帶住欣賞、勸勉同祝福。呢個結尾有佢獨特之處，有聖潔嘅提醒同嚴厲嘅警告，就係咒詛嘅話。可想而知，保羅係帶住憂心嘅態度寫呢封信俾哥林多教會。16至18節對肢體的欣賞。司提反一家係保羅初到哥林多最先信主嘅一家人。保羅欣賞佢哋專心咁服侍聖徒，勸勉哥林多教會要順服咁樣嘅人，同其他咁樣做嘅人。司提反、福圖拿都同阿該古，保羅欣賞佢哋喺侍奉上不斷支持佢，使佢嘅心得着暢快，補上咗哥林多教會不足之處。因此，保羅勸勉哥林多教會要敬重佢哋。19至21節，與眾同工問安。亞西亞眾教會同保羅嘅好同工亞居拉同亞基拉同保羅都向哥林多教會問安。呢個百居拉同亞居拉夫婦曾經同保羅一同建立哥林多教會，如今喺以弗所一同問安，係保羅睇重對公嘅關係。保羅話：你們親嘴問安，呢個係當時嘅一般禮儀，係叫佢哋常常保持良好嘅關係，彼此務要聖潔，唔係話佢哋有邪念嘅聯想，乃係咁樣嘅問安係屬於聖徒所當作嘅。22至24節，最後提醒禱告。保羅喺為哥林多教會祝福之前，有意提醒要愛主，如果唔係，就係可咒可詛，因為忘記咗神救贖嘅恩典。可詛可咒係嚴重嘅用語，其實有失去救恩嘅意思。保羅並唔係話佢哋會失去救恩，乃係嚴嚴咁提醒佢哋，希望佢哋一切本住愛主而行。最後就係保羅嘅祝福禱告。保羅喺最後嘅問安，俾我哋睇到一個屬靈領袖唔係個人嘅作工，乃係睇重同工同對工。佢雖然有好強嘅護教同佈道恩賜，但對人非常有感情，識得欣賞別人。身為一個牧者，都敢於對教會作出提醒。呢度叫我哋反省到：第一，要欣賞別人嘅長處；第二，願意為主內勞苦嘅人作嘉許；第三，有勇氣作提醒；第四，睇重關係，愛主係好重要嘅。親愛天父，保羅非常懇切咁勸勉同問安，佢識得欣賞同工，都強調對公嘅侍奉，勇敢作提醒。求主叫我哋學習保羅嘅榜樣，叫神嘅家更加興旺。阿門。
問題思想。第一，我哋可以點樣效法保羅，多啲去欣賞同支持肢體呢？第二，我哋可以點樣為教會嘅領袖嚟禱告呢？第三，我哋係咪常常感受到基督耶穌裏嘅愛，相信神與我哋同在呢？請再讀以上經文，寫低靈修札記。